我是谈到一个罗汉嘅，個二個羅漢，個三個羅漢，個四個羅漢，每來叫一關入面，就保持就活，咱睇下無談知就活，保持就活正啊，必就活第二，第三就是談了四個羅漢，攞去直直攞，直直攞，咁咧14項嚟講起來，扯起真一長，攞來我要教，你。哇，1點鐘了，啊，1 hour already啊，講無了，會使攔住無？會使攔，你人會走，會走 ，OK。咱來出世啲世間啊，咱有幾哪項工課，咱就做。若是無做這個幾項工課，咱大凄慘。蝦米叫做蝦米工課，咱就做。今日咱來出世做人，逐人。少年的時就要讀冊，你無讀冊，白日你要安怎賺人的錢？你若要讀冊搞，你做嘅工，白日唔使忙鬼出汗，你坐喺桌頂下講你話好食這個累入來算清。有嘅讀冊未入，特別要學手工，有手工想講我學手整我都教，我有了這個物件，白日我會好賺食。我趁食了，我要娶某，我要飼某囝，我要飼爸母。這個責任，逐人就要做，若是無做，驚到一大啲世間是真正大凄慘。你想一個人賣讀冊，賣學手工，賣去賺錢，要做蝦米？較慘過，唔使講啊。所以，得到嘅了，伊會工課蝦米？伊個家庭親家5月的感情，伊就要想；社會朋友的感情，伊就要想。講起來啥？親家5月，到你娶某了，有親家5月，有朋友了，朋友有白事、紅事，你本就要行甲交。你若是無交了點啥？無人睬你。啊！這個我舊時做囡仔嘅時，我捌知一個故事，唔是故事，真實嘅人，伊漸漸無插人嘅事，伊講社會是社會嘅事，我顧我家庭，未來一個好野人死，我查本無人愛野，這個唔知你人捌聽呢款嘅故事，我捌囡仔嘅時，我捌看到，無人愛野嘅觀察，規個福建罷工買野嘅觀察，觀察死人嘅帶去山邊。你蝦米事？紅事白事，朋友親家伊無睬，所以咱嘅責任，咱大啲做好紅事白事人嘅事，咱家減就要插。但係咱有事，人本來就鬥卡少咱。所以這個就是講啊 ，these are the few things 這幾項啊，咱做人，咱就要做這個工作，無做但係咱參。佛經本是咱就要過這個4項。Certain work must be done to stay out of trouble while we are subject to birth and death. 咱來生、來老、來病、來死，幾項工課咱就要做。若是無做這幾項工課，咱真正凄慘。蝦米事叫做無？蝦米工課？正講你無做好，無保持了。你希望講後輩我原在我要出世做人，我逐個講你知無？今日你讀你是人，你目睭是人的目睭，耳仔是人的耳仔，喙是人的喙，鼻孔是人的鼻孔。你就無得講來生來出世做人本是苦，安怎苦？一逼你就做好，你若是即時無做好，後時咧人的目睭無了。耳仔人的耳仔無了，鼻孔無人的耳仔鼻孔，喙無人的喙，骹手無人的骹手，無人的骹手彈啥物骹手？無正就彈到五鬼的目睭，即六根，五鬼的也是地獄的，也是禽獸的，禽獸嘛是目睭，人嘛是目睭，安怎講無好？啊，人的目睭開目睭的時，看到嗰是水水的物件。那是地獄嘅目睭，開目睭看到，哎喲！啲刑罰、啲刀、啲拍、啲槍，
伊看到是惊的物件，人看到过会笑的物件，请问是啥？若是人做好事，你看你惊的，假如真正有效，妈妈ơi，妈妈互我5块银好无？你买好本就好，你讲安尼路无一过。若是讲你做无做好啊，你无逼，你赚到几个鱼啊？还没少几个鱼啊？所以听到是，哎哟，55年做出事了，一针水本无通食，一头中杯本无通食，渐渐听到人吼，然后大地嘅就大龙啊，我唔敢，大龙我唔敢，见听到是一隆重一苦的物件，这个是叫鬼的鱼啊。人的鱼啊，个当时听着好好听，若是个好命，导演就一大波人，darling yes， 他较歹命淡薄会臭落，你看了后，这是你讲得较无好啊，若是个较好呢，darling ơi yes， 我就问，哇，你老好要嫁人啊，你大波人个唔敢去圣地，你是王鸟，你是王的走啊，还没说，呀，你讲你问起行，咁了是得落来。因过去啊，听拢种这个约经。So， 头一项 certain work must be done to stay out of trouble while we are subject to birth and death. So， 特人啊工课就要过这个保险。你若是过这个做咧保险，你人的目睭、人的耳啊、人的嘴、人的虾米关在如果会谈，无听到你做较济，如果会谈较好过人的目睭甲人的嘴。因为出事做暗光，暗光咧，甲人咁样样，人一般时看到咱嘅 enemy 还是人衰人，将之无准备出来呢，看到这个臭人，看到无欢喜嘅物件，特别暗光，所看到水，隆重水，去做，所以目睭鼻孔喙耳啊，这个特别咱就要做好，无做好咱靠。So 头一项 certain work must be done to stay out of trouble。你人嚟明白啊？你闪开这个课就要做好。第二項 certain work can only be done by oneself alone。有嘅工課啊，你袂使教人做啊，你袂使講保持好啊，你就愛家己保持。你就家己出，你人若是做你好，你不到要你再讲，我无影響食，你去食好啊，會無？未食好咯。所以這個物件 certain work must be done only by oneself。愛做好，愛做惡，你家己就要本身不力愛做。如果你愛做好，你就要靠咩家己做。你唔通講，你人去做好我啦，我大啲厝我無用啦，我賣啦，我未好做好啦，人去做好我啦，未。無談 ，so you must do it， 人就要做這個物件啊！你人看阿媽咧做，有當路也是第二項，你人看老人經真個做，也是唔使講老人經，你人禮拜日愛去搏麻雀、搏隻機、啉酒、搏酒、走唄 ，TV， 這條了啦，這條我袂使miss咗佢冇用。我教你人起攞棍厝，禮拜日唔使看半人，行看，你看人，哎呦，真骹倒掉，頭殼會底，你看有嘅皮包骨，有嘅你看啲餐，這個物件你看了，你心肝會直直軟。這個物件你會使講，你去看我，做完做完你去看攞棍厝，你去看我。你大啲厝，你嘅心個原在啲聖地，特別你去看了，你看，哎呀，心肝軟。就你就要家己做好，就要家己做。第三項 ，certain work must be done in time。時間唔通講，我今年40歲，我個佚佗計5年啦，我再來啦，再做好啦，做完我講就做好少啦，伊講真係少，特別嚟做好聽睇啦，計5年啦，到5年啦，夠日啦，做佚佗計2年個啦。47歲啦，嘛是未完，嘛是個少年個，47年了，40歲變45變47，直直來一滴定了，你滴未完了，你壓，像只劈斷支去了。咩
如少年来做好，如真正入心，如入心咧，女把只搞点声，点声无正叫诶，你要听台啊？任落行啊，万只做，万只掠我去啊，听台我做淡薄好才去啊。搞点声无正叫40岁，我都甲拼咧，佢就是想了是，哎呀，我只讲听台47岁，我做好，他那就46岁了，死了啦，我无趁做好啦。无贪做好就是阿莫，布达讲 remorse has addition， remorse 就是错了。所以这个物件布达讲 certain work must be done in time 是什么呀？他那随 start 唔通停台唔通钱，真正这人爱钱，这个就是戆的人。And then 第4项布达讲 should be done if it is beneficial， otherwise not important。这个我插白，这个工作要做的是对我有利益，有利益我就看要做，那是无利益唔使做。像讲有的物件，安尼叫做无利益。来讲啊，无要紧啊，我摊下做挖工地边啦，我摊下做，我听人讲伫做挖工地，我做厝，我做一箱，然后我再有查某啊。去烧香，保护装嘛，大家切115，一箱银纸，交护装嘛烧，护装嘛啊，真正歹命，要搞大人讲要搞你家，大去钱，大你切115，你渐渐去烧银纸，你讲护装嘛喂，这个是我头家娘叫我来烧，然后把这一死伊要来 claim 啊，你先挂道路啊，但系护装嘛签咗唔知安怎做，唔知你人讲了护装嘛哦。这样歹命，人这个就是讲啊 ，not beneficial you want to do it， 对你无利益嘅啊，你去相信这个命，也互做嘛收3块一箱个一箱收，这个叫做做挖工地。那你 guarantee 再讲，把这个出事的地基咩？那你若是希望要出事地基，你这讲嘅是搞嘅人，唔通听太要行落地基，拼要去天顶才是搞嘅人。我看那预备是要预备地基嘅物件咯，一箱的3块，嗰个纸的3块本无照上姑娘，他顶都无在度出事咧，几大仙啊，3几条人仙，然后咧3块底路安怎穿？无在度出事，我几细仙，嗰个3块浸不拉浪，你希望就要听太要去，这个干了唔对咯，这个布达讲 should be beneficial。无利益，你去做这物件，唔通去做 ，otherwise not important。利益是啥物？我做好，我摊下去做好，我摊下去保持，现在大人看到我，哎说这个人你看真正大量，你起个厝啊，你唔使跳，伊无互你半行，你来讲头家大龙，凊彩无不落一粒落地，伊互你食。安尼款的人啊，起较大陆人讲，哎说这个好的人。其他大陆人是去食安尼吃，袂像我哋食臭手边啊，是半道野嘅。哎呀，苦啊！你起有劲出啊，你是牛唔捌好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啊 ，he is very hostile， 安尼阿咪唔捌保持，我到这边意思。咱后礼拜就刷落这个保持嘅经，后礼拜就了这个保持，过了这个保持，我讲修改啊。and 这个物件你人看保持就这类。你人讲哎呦，保持就累啊！我教你人nasi lemak 一包，nasi lemak 几类啊？通一包几类nasi lemak我唔知。啊，3包，一人一包，3人3包，3人公司一包。Hello， 凊彩搞到一个暗你看 ，Hello 一包，了就算，这个是保持啊。教了唔就结，唔就老大大妈我讲啦 ，certain things not beneficial 唔使去做。无利益嘅物件，卖啊！我听讲啊，清明要来啊，你人写字啊，伫去年清明 video 碟卖甲无够卖，10块钱啊 video 碟 ，television 甲 video 碟10块钱啊。这个物件我唔是讲啊，我做我揾大人无，我爱你人请，然后你人请你人对。这个10块钱啊，你若是去保时啊，到落一个会上无通食，啊是一个去食啊，你无通食。你讲的，干嘛会叫我讲？那是保守的人无戒1000刀，那是你保守就迄个人有戒5戒呢？
จิตเชิงเต้าก็จิตเชิง multiply จิตเชิงอันจิตเชิงแล้วปอสีอุเป้กายจิตเชิง multiply by จิตเชิงก็ multiply by จิตเชิงว่า mathematics ขับดีแล้วว่าเราหลังเดียวสันสึกเดียวแล้วหลังที่สุดแล้วปอสีชุกแกหลังหนอป้าดีจับชิกไก่แล้วหลังเสียวขวานจ้าแล้วว่าโบยีบังหลังก็จำไหลช่วยสวรรค์นอกทางตาโลจิเลอามลูหลังขี่ลูหลังปอสีลูหลังน่ะสิตัวเปล่าที่กุสที่ปอสีแล้วเนี่ยเจ้ากุนแดงแล้วหลังอาชีก้องเจออตอวัดลูหลังโจวกาลูหลังโจจิเลคังคุยโบหลังเอโจรู้เจ้ากาจีโจแล้วรู้น่ะสิโบโจรู้จิสีเบทันเที่ยวทุกข้อเดซาหังรู้โบทานาโจรู้ไปทิ้งทางกับสีจับคิดหวยจะไล่โจมีใจรู้เก่ากับสีจับคิดหวยตัวสีจับหลักหวยปัวโอ้หวยกินตุยแล้วตุยไว้ขัดชื่อเจ้าเสือแล้วหวยคำกวางเนี่ยหวยชามแล้วทิ้งทางเจ้าสีไปไหนปอสีวะเด็กของวายแล้วที่เล็กจะสิเจ้าสโตรกทำให้สุดเจ้าสโตรกหวยคำหลายแล้วตีเดียวหลายแล้วโบจาเจ้าแคนเซอร์หลายแล้วโบจาเจ้า心脏病来了，然后佛教是要来做维护，大维护会下了，大维护会下面爱尖叫大考了，有人做高家，唔使惊讲，把啲话讲无好，无叫我起来食饭，阿妈喂起来食飯啦，阿媽洗面啦，阿媽喂，macam-macam叫起來講，OK， 咱來回想好無？有報依有報食。今日是第四節嘅波斯嘅經，呢個頂禮拜我有講，咱今日來出世做人，咱還有幾項工課咱未走，這個幾項工課咱若是無做，驚到咱白日會真係淒慘。那這幾項工課是啥物？頭一項你看，咱做囡仔嘅時就拼讀冊。讀個半死，你若是無讀冊，讀未起，你本就要學一個手工。所以，either你讀冊夠，或你學手工，這個頭一項工課你人袂走。所以，有了這個頭一項工課做了，白日第二項工課愛趁食，趁食了愛飼某囝，愛飼爸母，愛飼家己。這個是第二項工課，若是你無囝無通食，你家己無通食，你爸母無通食，你是做人是啥講無進步的人。A failure in life。第三項，假如教會了有家庭，你有淡薄責任對親戚五位朋友，安尼叫做認真。無認，你無若是講無這個認真嘅責任，本買打這認真嘅責任，本真正艱苦，因為這個世間當中看來看去，人嘅紅樹，人嘅白樹，加減就要插。你若是無插，會去頂禮拜我講，我做囡仔嘅點聲有一個好嘅人，伊這個社會啦，紅樹白樹伊無插，未來伊死嘅時，看差無人要夾。連伊要出山本無人愛去送，就這個是咱的責任，咱的第三工課，咱就要加減做。安尼你看到我看到你，感情來感情去。第四項，人就要拍算，把你我老了老人本大路，是親戚五位有囝兒有，但係無人。伊本伊安怎有本好，伊本加減要拍算講，把你我老了，我要大路，我要做安怎樣？這個工課，甲了你加減就要拍算。這個四項工課，你若是無做無拍算，你大啲世間就亂挾差，無清。所以今日你若要做行善路，本是有這個四項，會叫我講，一般嘅工課你就要。體格就做，你若是無做，你大淒慘。這個啥物工課你就體格就要緊來做，頭前愛布施。因為你若是無布施，今日你的香菇是人的香菇，目睭是人的目睭，耳仔是人的耳仔。你若是無做好，這個人的香菇、人的綠根無個了，把你談咗啥物？你
你无做好，你落无正做谈到无鬼嘅上句，地狱嘅上句，无正做戆戆谈到禽兽嘅上句，啊是讲野车虾米，一类卖过角卖虾米，渐渐咧要替人出头卖虾米，爱做阿修罗嘅上句，所以你就要做好，无做好。你唔通想讲，我要紧啦！我后过死了，我嘛是希望要出世啲边靚咯。哼，你會輸格咩？因果會輸格，唔是你會輸格。那是家己嘅輸格，我無驚死。但係安尼，你無貪誒，這自由心，所以真正危險。你就即刻這個行為就愛做，那是無做是大凄慘。唔通去相信讲我要紧啊，死了嘛是我无厝啊，我叫囝做一间大大间好啊。做人的点声无贪多阿摩楼拖啊搭厝，但是死了搞一个阿摩楼，这个无虾米狗日咬，那是咬你叫人讲起得部厝20间，家己大一间19间，收厝税来开，嗰啲地狱。特别无这个工课，这个就是影无，这个是讲笑。所以头一个责任，咱就要做好。第二个责任，这个工课啊，你袂使叫人，你就拢做好啊。因为你若是不到要，你就食。这个物件家己就要做诶。你若是破病讲，我唔敢食药，你食药好啊，你食药好啊。你讲阿个下文未，这个就要家己食，所以这个做好就要家己做。你若是无家己做，无家嘴基金做，白日你唔通想过原在要做人，所以第二个责任工课。第三，阿莫话讲 ，time and tide waits for no man。你人佚佗海边有当时最好嘅点声，你去伫一个所在码头，喂，最好嘅是老蛇啊，是不？啊，路咩看你真细细只对了，啲老蛇啲讲啲水，嗰啲老蛇嗰啲你要掠死嘛？过嚟路咩？他等你看大老水直直起，到你唔知，他等你要出来未吞落了，安尼虾米做？老水就海底嘅时起了，你就爆了。包就是讲 time and tide waits for no man， 你唔通想讲，顶台啦，我趁啊40岁呢，我计佚佗计5年了，我只来做好啦。特别到44年半，任罗王嘅华人来了，你系世界上讲啊，就諗波分淡薄啦，啊，波分淡薄好啊，靠做淡薄好再来啦。time and tide waits for no man， so take up。要紧做 ，and 叫點聲是意思，有人講 right here right now， 現時喺這邊咁樣要做好。今日我想做要做好，我做；明仔我想要做，我做。唔通講聽大家45歲，到你以後postpone 5年，到5年了你唔想，嗰計2年，到2年了，嗰計3年50歲本樣個會看來會應對。就 stroke 未了，and 呢啲就第3項，愛要飲聲。第4項，不，含這個工課，咱要做嘅工課，那是對咱無利益，唔愛去做。咱嘅目的是啥物啊？利益，要做啥物物件？希望講要去好嘅所在，想操要做事做人，更加好我係出事天頂。第一屆天頂4大經講，我冇要緊，啊是講更加懸。第2樣就是叫做道理先天講大天頂係。特別你看世間特人去 prepare 去拍算，所拍算嘅物件是啥物啊？拍算講，我若是死了，啊，這個卡尾紙是要互鬼路客咧鬼，你唔通砸我要落地獄嘅時。小兒你走啦，嗱，這個互你食錢，小兒互你食錢，小兒互你食錢，這個甲了希望攏總是要去地獄。了未來再來就回想哦，我攤位啊法師誒，都攏念互我阿爸去天頂，
来好就要偌济，就要偌济，几百几千。阮看有一日一个人这边跟咱我咪讲，阿爸就死了，袂前袂去找回上，伊讲我人要留几日，几日到出山袂6000。所以这个物件你人看，希望虾米？你讲你若无开这6000，你阿爸无通去天顶。这句话上讲吓人，哎呀，如果无做事啊，我无真正不好啊，我安尼袂倒骹手啊，阿爸我阿爸倒骹手啊，就这个就是讲做这个物件无利益，无利益是惊的，这个物件就福建的再来 ，let go 卖去做，爱做的物件有利益，咋讲？保险有利益，不得讲白日。你是出事好的所在，安尼有利益的，咱肯来做；无利益的讲，白日就要落地基了，就要砸这张纸去，了来人网看，你摇去看，10块钱你买一张certificate，你讲来人网去看，我有点眼了的。这个物件就是叫做无利益的物件，要摇互人网去看，这个虾米物件？10块钱certificate你买了。烧落去了，你若是烧了未化，无正着啦；烧了毁团了，无正着你观察咧，你死人打了，连来连去咧观察起来夹着，叻就去抓破吹然后了，任往边要去读地去接看，坎坷啊之类。所以这个是 the work must be beneficial, otherwise not important。所以咱哋希望大家人，咦？就要看咩做这个，就要烧这个卡背纸，就要洗净互伊，无伊通转来唔敢走，虾米阴晚长会经过烧盐水，这个个了，虾米盐米啊，虾米这个 ，all these things are not beneficial， 无利益，唔通去做。世间有3号款的人，1号款的人啊，伊所做的怎么样？伊想个世，这叫做物质上的啥教会，伊渐想讲想甲世间我要安怎好业，我要安怎有名声，我要安怎讲去到人看我会起，这个就是就好款的人，福建的再来讲，想甲一类目睭的人，有就好款的人，伊渐想甲善路。无别项，甲他想甲善路啦。这个本是无够业，安尼虾米事？你来想看，那是大啲世间，日暝渐受戒借钱，受戒借钱，卖去贪累，卖去饲无囝，卖去饲爸母，你阿甲这个家庭会快乐未？你本就饿，你无囝本就饿，你爸母本就饿，所以责任，咱的责任就是安尼，就爱5项物质上的教会本爱，这叫做精神上的教会或 spiritual 本爱，这5项我逐个讲那是累啊，故事打你一大笔，你那是隆重的累，系啲一个地嗰一个地空壳，你行路生一只病，你那系闹病，你把它叫做 balance 平安尼人，所以人。物质上的教会本爱，精神上的教会本爱。精神上的教会就是爱做好，爱知讲虾米应该做，虾米无应该做。贪你本就爱贪，最好款的人，大啲世间真正平安。有最好款的人物质上不买插，善路不买插，最好款就是想讲邪命人。将这种人来看。你人就要家己来想看，看那个年尾咱来结淡薄笑。你人看，有时你做囡仔的点声，你人的性地，甲你人的贪心，甲你人的大热心，有时较好，还是贪较好。那是贪你的性地，平甲有时你做囡仔，有时的囡仔的点声，佫无虾米性地，贪性地佫大热，佫真正贪心。这个就是你做事本成理，来世间，咱拢总来大这世间，你大事本。今日你人想看，我那是故事细汉的点声，我是真正歹性地，特别这帮我
聽經了，我謝善了，我修改了，身體我直接無了咯。了人做啊，我看破啊。了貪心我不買，我係是我嘅，人係是人嘅。這個就是講，路嘅成理有貪。到這邊我未曉看，路人有貪有了，路人慢慢轉去，家己拍算盤看路嘅成理做有貪還是有了。特別我知 BBA 安尼濟人，我看貪嘅較濟，了嘅較少。特別外面嘅了嘅真正濟，貪嘅真正少。不但有一條經講啊，特別講死嘅背地，頭一個背地就是佛本心。特別今日咱來出世，無通見到佛，所以剩這個幾項，剩這個三項，這個三項出家人，出家人呢有談到一個、二個、三個、四個，這個是大大嘅背地，有人來。是真正大福氣，特別老人若是無講有談到這阿里啊，有談到一個、二個、三個、四個嘅回向，特別你看得落一個回向，還是得落一個在家人，伊啲病即要看一個落下呢，伊啲保持修戒戒善，伊啲病一善，一個本事叫做真正背地。伊無談本好，伊 on the way 就會談了，伊要談到阿里亞安了，這個本是真正背地，這個是第二個背地，第三個背地不大講，最來是咱嘅阿嬷。老人唔通想講阿嬷是不要緊啊，保死阿嬷是真正大功德。伊無講家頭先啊，講媽頭先，媽假如啲波多9月日。9月日你知無？你人唔通人野一粒去北你不多，啊個幾本啊？你人看啦，食10本，尋有理我就10幾本。你人野一粒去10幾本啦，北有啲不多，大家去行來行去，趯去趯落。咧，我想你人去落樓頂30到骹酸，喂骹尖了啦，袂使。所以這個物件，咱要看媽嘅責任安怎。你無要緊生出來，你看阿嬷放西放尿一暝去到3、4道，無一道自滅路咯，等我阿女囝談了就無下好啫。就一個甲了攏總袂知，伊半暝去發熱的時，你看阿嬷無困，你咪困，你就發熱你去咪困，伊無咪困，慢一句忘者，慢一句忘者。按阿爸第四項規定。阿爸做牛做咩？嗱，也是學讀得看，也是學讀得看。有的阿爸嗰較本好嘅本有，哎呀，大玲啊，你幾困啊？我過一暝，你過一暝，我過一暝，你過一暝。安尼家庭本有，安尼家庭有當時媽過驚過甲3擺 break down， 3擺破病，去做阿爸去做。阿嬷嘅功勞是第三，第四是阿爸。你人會曉過這個背地，這個死嘅背地，你人過，你人是真正大才智，但真正搞。咱來想看這個家庭，達人真正大樣。阿嬷本大樣，阿爸本大樣，囝本大樣，阿公本大樣，阿嬷本大樣。你來想看，安尼款嘅家庭，家庭，你看目睭想看。阿公點要互阿孫食，阿媽本就要互阿孫食，他等孫本阿公互你食，再了媽媽互你食淡薄，了媽媽煮蝦米物件，啊你這個地區互我囝食，把食加下村就了緊。你鳥我鳥你，安尼家庭啊，唔使講大阿毛老只清啊。大啲阿搭厝本真正清，這個就是講 ，it is a happy harmonious home。SIH happy 是快樂 ，harmonious 合好嘅家庭嘅厝，這個就是叫做金裝玉女，大啲世間，唔是講金裝玉女大啲人攞上屋阿毛老大間，唔是啲3、4間，特別一個人去當，一個人去曬。
了达熱，有時爆炸，物件噴出來啲厝。哦，唔是亂做人，所以這個就是落來有一號款嘅保士，好較些 special 嘅保士。這個就是講起來啊，你鳥啊，我鳥你講臭啊，forgive and forget。Give and take， 你罵我，我接受。是啦，有一半時我本唔對。人無，你罵我呢？你罵我一下，我罵你兩下。但你罵我，哎呀，安尼我講就你啊 ，sorry 啦 ，please forgive 啊，鳥啊，會使無 ？OK，since you 叫我，你 apologize，I forgive，shake hand。這叫做 give and take， 我叫安怎就你鳥我，我鳥你。有。買燒，你做啊，我做你，到頭邊這是你鳥我，我鳥你，我無隨事甲你，你唔通隨事甲我，我會曉我教你，小妹，這阿姊會曉，嗱小妹我教你安尼，然後這小妹讀冊啦，阿姊我教你安尼，你唔通講，我這樣個字你這你要教我咩？這個唔係，這個朗誦，你鳥我，我鳥你，你教我，我教你，你導覽我，我導覽你，這個叫做。To help one another， 這個是保持心嘅保持，無 keep grudges， 無收啲怨妒心。你人若是會做這個環境會個，啲這邊啊，你看有嘅人啊，伊做蝦米物件，伊個心嘅保持，伊看到人啲野一隻蛇，金蛇要去賣，啊嘞，一隻金蛇你要野去賣，要互人睇，哎呀，我來保持。買起一隻蛇，一隻12塊，我賣貪，咱幾人公司好無？也要去幫襯，這個你互人，這個是保持命，真也好。You give freedom to people，freedom 是啥講？獨立，互人去自由去，到落去，這個是真正關鍵嘅保持。人真正做，特別我講嘅聽。有時買金蛇大隻，了去四川幫生，幫伊個所在本頭殼緊了。我講佢聽，伊報一年啊，伊人買一隻金蛇，真正大隻，幾十塊。了買來人去啲搭落安尼，人窟窿慘。安啲前邊邊啊人啲飼豬安尼這隻，伊人去幫個隻隻豬頭攏總出來，豬頭波頭攏總出來。伊講互你採個聽。阿哥啊，你若這抓幫到這班，我頭愛甲你，你頭愛甲你剁掉。所以這個保持俾我咯，唔通講我買來保持，我看人走啊，人做歹心，你要想甲人會正聲，人去幫了啊，嗰個金蛇，一禮拜隻兩隻豬，一禮拜隻兩隻豬，了你要去也袂做，你窟窿慘安尼親，所以這個本袂使，愛用智慧，有一日。早一個佛叫做布達卡薩巴，伊一日人去保持嘅點聲，伊有講一條經。伊講在這個世間啊，有4種嘅人，有一種嘅人安怎想？伊講保持，我知保持好，但係我偌濟錢，我要保持我嘅業，我買人參亂事啊！我家己做，我睇下要開這個間就來保持，你人唔該來占卜，我家己做，我家己嘅。這個就是講啊 ，It's my duty to give only what is my own。伊講我嘅物件我好，你人要占卜蝦米我無拍插。這布達有講，就布達有講，這個物件，把啲少款嘅人，伊逐個來出世，伊好嘢。特別因為伊唔係人好占卜，伊逐工伊家己要家己做，伊出世叫做學讀。如果看有好嘅人，伊厝點點卡咩，無人出入咧，無人蝦米，啊無人大驚，特別你看伊門設置門卡，若是人前前個月來本咯，搖甲半死叫無開門，若是要開門本咯，大隻拉面頭看頭先，看了四面無人，把你才敢開，所以這個物件伊就按家己保持，伊無鬥無講來交卡少無，個條款嘅人啊。伊錢也夠，保持，伊家己無保持。最好款嘅人啊，發現你知無？伊朋友真正濟，當中嘅朋友嗰是有女嘢㗎了，
了伊大搭厝坎坷。所以照款不大讲，伊保死，叫人保死，伊一点保死无。所以伊逐个爱 retinue， 啊无伊社会有无朋友，无就踮咧踮啊讲者，伊渐渐叫人保死，伊家己无保死。人嘅朋友真正侪好约个了，伊家己真正跳。佫就好款嘅人。家己无保死，伊本卖叫人保死。按照款布达讲 ，eater of remnants。你看有世间的人，伊搭当食，是人食剩了才通食。无人食剩，伊唔捌讲一顿讲去食，家己拍算，家己煮，家己要食无。He is a eater of remnants。remnants 人剩食剩了的，伊才通食，因为伊无这个福气。了第一好诶，就是讲啊，伊家己保持，伊个叫来莫拿，即个逐个伊出世，好嘢个朋友，啊是伊出世做王家王孙，伊情绪人是真正多。落来伊有讲，即个保持诶果有两好款诶果，一好款诶果啊，正日都保持。即点嘅精神，伊叫不知三里为八家，因为你保持，即个阴声你要离开世间，即过啲保持嘅精神浮起来，你看，哎呀，我到底坐山暗，我啲跪落啲脚门系即个晒到嘅位，即个就是要带你去出世嘅精神，伊叫不知三里之家。安尼就是讲啊，你要去，爱得你来出世做人是大富翁，爱得你来是出世唔是要人，伊是100%天定，这个是叫不知三里带你去出世。个就好款的果，伊是叫做达日的色的果。干嘛伊是带你去出世一道呢？上讲讲啊，一个人带你去教好一个好野人啊，这个好你囝。但你囝是囝，白日无食少，达日的因果无相，愈来出世好野人，这无照顾阿嬷无去了，阿爸带个别个某，达日，后母伫苦毒，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把我地位八家，达日，你看到，吹担着。耳拍平康味着，下手动着，心想着，啊个耳仔听着，这个叫做达日的果。伫向朋友保持的物件，伊结果伊就出来，伊就朝到食。伫这边 ，every day 为八家是安怎样？达对你食好，还是烂？达日你伫穿3块。是1巴几10块啊，几百块的，啊是无正少1巴是300钱、500钱，才有300钱的服务餐啊！我想无了了啊！我前我做食会上，听讲计钱个了乱自查了，500钱的无报，你去穿。我捌大斯里兰卡看到人挑甲300用咧汤地，plastic的汤地加来做3块，去穿去3块。所以这个你看就是叫做。把我地位八家，咱大啲厝，路直来直进步，无正少你出事，你大厝是西经，了白日你看咧，把我地位八家直食，你直摊位，你厝直换大少年，他哋买那股伊涂骹阿毛去你讲迄甲，系大多数摆咧股，个大摊位，大多数本讲迄甲系社少个无敢玩，个系。规间厝卡白，灵房下面搞了农庄户，这个就是叫把我地位八家。了，嗰只把我地位八家分是佢真正这项 transport。你看有个人啊，把我地位八家一识嘅时啊，
头头有一个老白车，啪啪啪啪，完了古每直直生理直直看伊换新车，换新车买来换些 automatic 的，这个电呀开起，这个电呀落，这电呀拢种，无家族把这电呀摩托车行，唔使 drive 无家族咧，唔敢讲下位啦哈，把这无家族人呢，所以这个就是把我哋为八噶，要有一日一个人问我呀，哎呀，苏安诺啊！如果拢总是因果，拢总是对波斯这个真正要紧。特别你看 Africa， 人看叫做Ethiopia， 人有知无 Ethiopia， 大日死就算白人无通食，人看有时稍微捕捉下皮包骨，安怎一日死都几百，所以人做虾米恶毒安尼？这个就是头一项啊，咱要看，伊个受苦安尼是对伫倒落来。波斯警察，我做虾米通无通食干呢？有人看，这个越南的我就好啊。伊人为 American 的兵，伊人去无油水，伊无看到越南的兵，但伊无油水，伊会产水白伊甲拢总死，人无通修行，人无通食。伊人是叫做 Scotch Earth Policy， 我等人话我明了，啥去小贩的啥，到底要破坏这鸟食，这鸟食那是路人无通食，越南无通食，伊要安怎小拍，所以人用安尼物件，无只毒烟或者长死不要紧啊，明年都要栽迄个地栽袂起，2-3年、3-4年，所以做互人真正艰苦，无通食，famine，你做人。因果走路都中，所以食病到了，去到了，烧这个物件，烧了，把伊因为伊人未晓波斯，个烧人的这产人的灰人的地人的米，拢总到了做甲他们人艰苦无通食，这物件出事到了，佢出事一个所在，气远你要来归顿，这个是叫做 group 感啊，一吨的人。做这款物件，所以你看有当时这个物件，伊是 group 咁啊，有时人去做恶啊，伊人想做这 Scotch Earth Policy， 害人无通食，伊人丢伫这边去。福建再来有，特别嘛是不讲特条的故事，你support 我这个 point with 这个故事，福建的故事讲袂了，有自己这个佛的亲戚，佛的国家，可以人提死的啦，叫做杀奸罪。佛要去刀郎，未刀郎啦，因为伊看就是因果，头一个佛去刀郎，佛大啲江边，一只王抬兵，要去抬佛的亲戚，拢总要抬我死。伊看到佛坐去江边，伊唔敢提兵。第二过伊个去，伊看到佛在那边，伊个提兵。第三过佛观看安怎这个王真正要去做嘢人，观看因果，因为几百时前嘅事，这两班的人压落，顶面的人山，啲高咧山水，炸咧山水，一底无趁着水，一底勒命咁边烧拍，咧顶面的人拍输来讲，你人爱水，起去啦，伊人开咧水，和流落一底，特别伊人系毒药。丢咧水，就系毒药丢咧水，一堆人食死真啊多。这个是叫做 group 咁啊，咱即季，伊人在古时大啲顶面咧系毒药嘅，伊来出事做佛嘅国家嘅人，人肯定佛教佛啊未离开世间，伊亲像五月死咗孙情人，所以这个是叫做 group 咁啊。波斯。和这个得道人是真正好，伊就萨斯普鲁萨达那，波斯和得道人有5种，头一种伊叫萨达达那，这波斯的点声，伊知讲这个波斯是要刮断这我贪情痴，这个叫做萨达，心力真正好。那是做安尼款的波斯，伊有5项。大啲即時唔但講聽係後事，即使伊看下面好 ，He is dear to many, even they was love him。
这个那是人，伊特别保持，达人真正知影伊。安尼讲，哎哟，这个安迪真正大量，达过保持。加减人有讲，但无这个人安迪就无欠削。翁讲真正知影伊，翁讲安怎爱知影伊？翁讲看这个要保持的人是内心，and then翁讲加减爱顾这个人，啥物事爱顾这个人？因为伊人无贪保持，伊人嘅翁讲嘅物件，伊人袂啥物一想呢就来了，所以如保持我安努摩达那，我欢喜心。来我斗过路，伊人谈功德安尼。第二款的保持，萨卡加达那是西朗真正属甲安尼款。伊人保持的点啥？伊人请回乡，然后伊人来伫厝，伊人系教伊，伊人系一个古训，系笑，系啥物一摆，一个头一个回乡，即第二、第三，伊料理好势。伊去请回乡的时，有时用这个啥物叫做canopy，同人话唔知啥物啊，啥布呢？你捌看人上身啊？了有这布挂伫厝顶啦，了达人研究下呢，啥压一个饼呢啊？所以回乡本伊人去请，了回乡徛挂伫饼下底安尼，了伊人拍锣拍鼓，冲汤，叫人家鼓在噔噔，安尼去在厝，去伫厝要入厝的时，两个人坐伫门口，一个压最强回乡的骹，搁一个较拉面的压一个保持。来看过一个回乡来，一强突，了一个切了这回乡行入去，这交接。In other words， 伊另外做较特别，伊是叫care，伊做单啊 ，with care，with reverence。Six carefully arranged， 一节所在伊拍算好，阿咪，这个个了，伊就当那是萨卡加当那，伊逐个若是讲伊用过识的时，安尼看啊，伊好即出家人另外特别的 attention 上去关顾安尼样，伊逐个出事，伊家庭的人。另外真正听伊的话，另外想讲，伊若是讲啥物物件，大人讲好，今日较无啥物爱反对，所以这个是 second type of dana。第三个是个班加卡拉dana， 5个时间的保持，这边我 check back， 或者点声，你看伊暗，有时在人客会上来。人客回乡有时来到去，毋是讲一个两个人客回乡，来到40-50个，有诶成百个，相对差分就是10几个。特别有诶阿妈一煮定着，安尼坐回乡食，你来到20-30个、50个，人诶饭无够。了有诶人啊看着安尼物件，伊人知讲，今日暗有人客回乡来。即伊人叫做阿甘图卡达那，伊人另外对去看得住，人客回乡来，伊人咧款待这人客回乡，所以安尼坐水清的回乡，这人客回乡起伫一位，人一个人交替做这阿甘图卡达那诶，伊起伫咧房间去直接这人客回乡，保持，这个就是5号款的这保持，这叫做时间的保持，一个是人客回乡去来去接受，搁一个是甘米加达那，或者点声你知无？有回乡点无点讲，不时阵妈在早起我人要去别个所在，咱无摩托车来，看人看，你来讲啊，是话咱讲要去医保啊，几来好种这个叫你嘛，你买ticket好啊，我出一个钱，或者点声无？回乡来讲，我要去到一个国家，要坐机票40几条，你人就惊咯，咱惊咯，就回乡，在家人就听到讲，妈在30个回乡要离开这个岸，伊人妈在早来，伊人包30包的这个food parcel包啥讲，人若是简单包安尼一包，安尼伊人保持后咧回乡，保持后咧回乡，咧回乡也早起4点伊人出，
回想爱行早起安尼，早起较无热，所以人行到半路，伊人开一个节，这个就是叫做调子伊爱保持 monks proceeding on journey， 你离开你去行，你去啲别个所在 ，and then 伊人和 food packet， 第三 dubika dana， 回想水清嘅不带减声。and then 一般的回想破病，有的破病，有的老了、老毛了，有的你想讲生物件，还是有的一大个所在，住户乱、小台、造反，所以走来一个暗，然后这个暗无所在，伊困伫外面，搭落，想讲 misfortune war， 了有的回想。这个这破病人，这叫伊呢，看到这个像叫做这个像 hospital 的暗，像一个所在，一个房间当中伫指接这回想有破病有老，啊是伫走反无路，暂时来住。安尼款有的人调治爱来保持安尼款的物件，这叫 Rubika Dana。了有的回想伫顾这老人。一般保持好这个回想叫做 nurse monk， 在物件不带讲啥有 nurse monk， 这个 nurse monk 什么大啲咧房间踮去顾这破病人还是老的回想，帮西帮右唔知，所以人顾人到底爱做这个物件保持之间。一讲经也是说 ，while enjoying vipaka, his wealth constantly increased。伊若是讲来出事嘅点声。伊会逐个伊会教会直去，想讲无失败。有时咱会点声，有时在那看做点无教会失败，伊这个教会无失败，有进步无退步，所以这个就是 Rubika Dana。嗰最好款的 Dana 是 Gilana Dana 就是啥物啊？印度不管是有这个气氛是叫 famine， 无通食。你去讨饭，顶个饭，大人就无空食，要安怎保持哦？了有的好食人，伊调治看安尼款的物件，伊人爱去保持。这个保持佛教点啥？这个就是讲啦 ，famine stricken， 无人会走，因为咱的佛有一季，伊去受这高沙3月日去带到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气氛，去变到捌无通食。武道本无通食，伊回想本无通食。香菜有一个卖马诶，这生意人大迄边贵，了大伫迄边，所以马自己食两顿，伊互伊马食自己一顿，搁一顿伊摕来保持，所以这就是个保持大伫这个生命的点声。搁一好款呢，拿瓦沙尼西哈拿瓦巴啦。有最好款的人真正来咯，伊毋是讲来咯，真正搞，伊另外较 special。伊若是厝内在规矩啊，伊若是讲来是在阿摩丹啊，是讲在榴莲大啲厝的门口，头一粒伊无食，头一粒伊要保持头前。有的人请过车，伊头一顿伊卖食；有的人跟住买一个新厝，头一顿伊要保持。最好款。人是人的心，伊逐项头一项伊就保持，因阿多伊想到外人了，把你才想家己。所以这个个特别，逐个伊个功德色的时啊，若是讲伊来出世的沙山啊，伊头一人要来成功，伊落汗。你这边你人看福建的再来，头一个不大来讲经的点啥，有5个米球，有一个名건단啊，你看福建讲经的时。咧头一道嘅讲经是达玛萨克巴瓦丹啊，伊讲嘅条件，佢直接去讲啊，冇得看到。安那是瓦达布昆达那，安那是瓦达布昆达那是冇得开始讲起来，那安那这昆达那谈了，做人头一个一谈，听经嘅人会自己谈一个落汉。但对跌落来，这困难啊，就是正做一时，正做一时，
头一道伊挂切嘅是，迄个伊要布施头前。咱若是有虾米果子头一粒伊无食，所以照款伊功德，逐个你要去倒落，你是头一个你要趁，头一个你要，像讲白日无钱就要来出事，倒落头一个你要来出事，你要做一个咩？头一个你要来出，头一无钱第一好日路，第一顿会时路，假若是第读册第一好啊，但是读册第一，咱个做头一粒唔通食，就係果子，袂使頭一粒慢佢食頭先。我是頭先，我特貴咯，你搞，所以這個就是叫做這個 five timely dana。落來第四項 ，dana given with greed, without greed and attachment for things of this world。有個人保持啊，伊放棄這個世間嘅物件，伊想甲後悔，愛脫離這個世間，愛脫離這個世間，這個世間嘅物質上嘅社會，伊無想，伊無愛。這個就是講。呢隻叫做given without greed or attachment for things of this world。然後呢隻咧嗱是識嘅是 able to enjoy all the nice things he owns, also able to make others happy by his liberality。伊白日伊來出事，伊所有嘅物件伊會貪用，你知無有嘅人啊，真係來咯。伊所有嘅物件，伊無貪用，安怎無貪用？正貪哪路人錢啊濟，有嘅人有鐳，金器有，但你未貪用，安怎未貪用？你貪哪用落去啊？你去食豆圓，你前叮當當去看，他等人對來啲厝，對來啲厝，他等人叫梅，他等就梅就日到。